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密碼讀書會 Cow Book Club，讀出智慧，活出精彩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嘅話題，就係自尊心同玻璃心。呢兩個詞語你可能成日聽，但係你有冇真正了解過佢哋係咩？佢哋點樣影響我哋嘅生活？同埋點樣避免自己成為一個玻璃心嘅人？今集我會同大家探討下呢個話題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更加認識自己，從而建立一個更健康嘅心態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咩係自尊心。自尊心簡單嚟講，就係一個人對自己嘅價值同能力嘅評價。你點樣睇自己？你覺得自己係一個有價值嘅人，定係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好？呢啲都係自尊心嘅表現。自尊心可以分為兩種，健康嘅自尊心同唔健康嘅自尊心。擁有健康自尊心嘅人，佢哋對自己有合理嘅認知，知道自己嘅優點同缺點，但唔會因為缺點而否定自己嘅價值。佢哋能夠接納自己，同時願意努力改進。呢類人通常比較自信，但唔會過分自大。佢哋能夠面對批評同挫折，因為佢哋明白失敗並唔代表自己冇價值，反而佢哋會不斷學習同努力而成為更進階嘅版本。而唔健康嘅自尊心可以分為兩種極端，過低同過高。自尊心過低嘅人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好，容易自卑，對自己冇信心，成日擔心被人否定。自尊心過高嘅人可能會過分自大，過分自我中心，覺得自己永遠係啱嘅，唔能夠接受批評，妄自尊大，甚至會睇唔起其他人。咁喺影響方面，自尊心對我哋嘅影響可以話係無處不在，由工作、學習到人際關係，甚至係我哋嘅情緒管理，都會受到自尊心嘅影響。喺工作同學習方面，擁有健康自尊心嘅人通常會更積極面對挑戰，因為佢哋相信自己有能力解決問題。相反，自尊心過低嘅人可能會逃避困難，因為佢哋覺得自己一定做唔到。人際關係方面，自尊心健康嘅人通常能夠建立更穩定嘅人際關係，因為佢哋唔會過分依賴別人嘅認同，亦唔會因為少少批評就覺得被冒犯或者氣髒。而自尊心過低或者過高嘅人，可能會喺人際關係中遇到更多問題，例如過分討好別人，或者過分自我中心。情緒管理方面呢，自尊心健康嘅人通常情緒比較穩定，因為佢哋對自己有合理嘅期望，唔會因為少少失敗、挫折就崩潰。而自尊心過低嘅人可能會成日焦慮、抑鬱，自尊心過高嘅人則可能會因為少少嘅批評就暴怒，甚或完全接受唔到批評，容納唔到同佢哋觀點、意見唔一致嘅人同事物。講完自尊心，我哋嚟講下玻璃心。佢同自尊心有咩關係？玻璃心係一個網絡用語，形容一啲人嘅心理承受能力好脆弱，好似玻璃咁一碰就碎。呢啲人通常好容易因為少少嘅批評或者挫折就覺得受傷害，甚至情緒崩潰。玻璃心同自尊心其實有好大嘅關係。通常，玻璃心嘅人自尊心都比較脆弱，可能係因為自尊心過低，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好，所以對外界嘅批評特別敏感。亦可能係因為自尊心過高，覺得自己應該被所有人認同，所以一遇到否定就接受唔到。至於玻璃心嘅成因係咩呢？其實玻璃心嘅形成同好多因素有關。第一，成長環境。如果一個人從小到大都被過分保護，或者成日被批評、否定，佢哋可能會變得過分敏感，容易有玻璃心。第二，社會壓力。而家嘅社會競爭好大，好多人成日被比較，無論係智商，即係醒唔醒目、學業成績、學歷、事業成就、工作表現、辦事能力、外貌、身高、經濟狀況、家庭背景、人脈關係等等等等各方面，呢啲壓力都會令人變得更加脆弱，甚至焦慮。第三，自我認知不足。如果一個人對自己嘅認知唔清晰，成日依賴別人嘅評價嚟肯定自己，
咁佢哋就會好容易受到外界嘅影響，變得玻璃心。咁我哋可以點樣避免自己變成一個玻璃心嘅人呢？以下有幾個建議。首先，建立健康嘅自尊心，要學會接納自己，明白每個人都有優點同缺點，唔好過分追求完美，亦唔好過分依賴別人嘅認同。第二，學會面對批評。批評並唔一定係壞事，有時候批評可以幫助我哋成長。學會客觀咁分析別人嘅批評，如果係有道理嘅，就努力改進；如果係無理嘅，甚至係惡意嘅批評，例如喺網絡上面就有好多所謂嘅 haters， 就唔需要太在意。而第三呢，就係增強心理韌性。心理韌性係指一個人面對挫折同壓力時嘅抗壓能力。呢個部分其實係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哋之後會出一個專集講點樣增強心理韌性。咁喺呢一度，我哋就簡單講一講點樣通過以下嘅技巧嚟增強心理韌性，包括建立正面嘅思維模式，設定合理嘅目標，建立強大嘅支持網絡，培養情緒管理能力，增強解決問題嘅能力，照顧好身體健康，培養感恩嘅心態，接受挑戰，走出舒適圈，學會放手，同埋持續學習同成長。好，第四點，幫我哋避免玻璃心嘅方法就係培養獨立思考，學會獨立思考，唔好成日依賴別人嘅意見。當你對自己有清晰嘅認知，就唔會咁容易受到外界嘅影響。好，咁等我哋嚟總結一下今集嘅內容啊。自尊心同玻璃心其實係息息相關嘅，一個健康嘅自尊心可以幫助我哋避免玻璃心。希望大家可以通過今集嘅內容，更好地認識自己，建立一個更健康、更強大嘅心態。多謝大家收聽，記得 CLSS 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，仲有記得撳啷啷下，千祈唔好錯過我哋講增強心理韌性嘅專集啊！下集見。